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19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伫屏东昨昏有一个查甫人，伊伫铁基路边咧钓鱼啊，结果无细意煞去划着电线，这个查甫人全咧电着。台铁人员发现了后，有随做通报，嘛赶紧甲伊送病院，加在伊的意识是真清楚。因若即届意外影响差不多820个旅客。不过，即马警方嘛要做调查，这个人若是有走入去铁基路禁区，嘛依照违反铁路法来甲移送法办。普悠玛列车突然间停伫咧东海车站附近，旅客也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边仔救护车已经传好势啊，要甲人送病院。一位42岁姓李的查甫人，礼拜到铁基路甲渔温之间的排水沟钓鱼，无想到讲5.4公尺长的钓钩，敢若是去交到铁路电线，和高压电着，倒伫咧涂骹，骹手拢无感觉。患者表示遭铁轨旁疑似遭高压电电击，九压评估患者左手及左脚有电击伤，现场给予烧烧伤处置及评估生命真相，现场稳定。经过317次普悠玛列车发现了停车通报，好加在这个查甫人抑个知影人送去病院急救。警方即马也要调查，若这个查甫人确实是撞入去铁路禁区，将会以违反铁路法上办。有一男子在屏东县嘉东乡轨道旁的渔温水沟钓鱼，不慎遭高压电电击，目前伤者在医院治疗中，发生原因及后续责任仍待警方调查厘清中。这件意外总共影响5列次，大概820位旅客。经过电力人员确认拢安全了，下到5:47分恢复正常通车。铁路警察呼吁民众，莫伫咧铁路边钓鱼，或者是摕翕相钩伫月台顶，或者是有电车线的所在翕相，才袂去电到。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北市信义区，昨昏半暝发生严重车祸，有一架沙石仔车，哪像是失去控制，直接下过安全岛去弄到路边大楼的条啊！迄支条啊，当场全咧断去。目前是先甲迄栋大楼的民众16个人先安置伫附近的旅馆。因若市府除了做建筑物的补强以外，嘛继续调查这件事故发生的原因。台北市信义区上德路的车祸现场，沙石仔车卡伫路边大楼的条仔内面。台北市派结构工程技师到场勘查，确定建筑物结构有安全的疑虑，协助5号16个人先到附近的旅馆住，同时也随进行建筑物的基层补强作业。预定可能就做个3根这个钢柱，然后先把它稳定之后呢，再把那个砂石车有没有再把它这个拖走。我们也答应他3天内，我们一定把整个大楼各部分的结构做一个细节的这个鉴定。那如果没有疑虑，当然他们就可以搬回来。台北市政府先伫咧顶仔卡经3支 H 型钢架了，下到2点外甲沙石仔车拖走，早期搁采3支钢架，伫暗时9点外完成阿蒙坡灌注作业，甲钢架填缝补强。即马人车拢已经会当过，警管处今仔早起将会到场进行安全勘查。经过警方侦测，沙石仔车驾驶无酒驾。有关车祸的原因，警方也搁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甲明仔载，台湾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咱做伙来看云图。这2天透西南风，台湾各地金门也有马祖拢是真好天的天气。因若马祖会落雨，透早中南部沿海嘛可能会落局部阵雨。过到东北部各地山区要注意会落西北风。另外气温的方面，今仔日到拜三，各地日时拢会真暗黑。今仔日早起气象局嘛针对湘北、基隆、中华以南，也有华东地区发布高温的警示，
温度可能会超过36度。尤其是东南部爱注意会透小风，提醒大家水都要加啉寡，以防着沙。若过来肉粽节连假，东南部的水气会较高，较会落雨。不过各地也是会真烧热。因为水气减少，一礼拜台湾各地头的天气是真烧热。昨昏台南市就称到37.3度，台东嘛伫咧烤火烧风。若嘉义太保昨昏下晡是出现油流云，气象局讲，这就是气流加了伤紧造成的。若是一路加落来涂骹，就会变作是咱讲的加烈风。乌云搭伫天顶，形成出现真奇怪的云团，吸真侪人翕相录影。这代志发生伫17下晡3点左右，有人伫嘉义县太保市高铁站的天顶看到油拉型的乌云。气象局表示，这是强烈旋转气流的特征，接触地面就是加烈风，伫空中形状叫做油拉云。2点多快3点的时候，发现说，为什么北边的天空不一样？气象局表示，因为水气减少，未来一礼拜全台各地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受到西南风影响，18全台上高温出现伫台南市北寮测站，下晡2点半，温度37.3度，台东地区有小风发生。在台东地区呢，也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因为在西南风的吹拂之下呢，在被风区的台东地区是有比较偏干热的这个情形，所以外出的话也要特别注意。气象局提醒拜四51节，后面的接近北部海边环境水气增加，透早中南部落雨的小可增加，规西半部地区也要注意中昼过后热对流，西北雨民众出外时阵要记载雨伞。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财政部针对地方政府合理评定房屋税基，今年评估的结果。双北房屋税基拢会提悬，其中台北市厝的标准单价，旧年无起了后，今年会向提悬的方向来讨论，平均按算起1成以内。咱来看自由时报，即马网红的文化真实行，收入的方式嘛真多元，税是要安怎扣是真做一个问题。财政部的研究指出，网红获利的方式会当分作是权利金、盈利所得，还有其他所得等等来扣税。那直播的岛内算是非政府，建议会算伫咧其他的所得来扣总所税。咱来看中国时报，新冠疫情毋但真做咱台湾去年3大死亡的原因，这几年来嘛严重影响国中还有高中学生心理的健康。根据卫福部上新的统计，去年15岁至24岁的青少年，10万人内底都有10.7个人自杀，是3年来的新高。咱继续来关心新北幼儿园饲药这个案件，即嘛是为邦桥加去食指，伫食指有一个囡仔体内验出爱困药的反应，卫福部把这个囡仔的检体送去台北荣总，搁再检验，昨昏公布上新的结果是阴性。新北幼儿园疑似饲药风波不断，进前连续几某幼儿园也传出一个囡仔流鼻炎刺鼻量苯单平类药物的反应，拜六暗时检验结果公布呈现阴性。阴性的，所以请家长们安心。从新北市的幼儿园会药事件开始，有心人士不断的抹黑，不断的造谣，过程当中，因为要经过科学专业的验证，我也知道要一个时间里面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厘清。6月28日礼拜早起表示，只有经由科学检测，才发动予家长安心。其实卫福部17拜六暗时就已经收到非正式检验的报告，有家长无愿意讲，卫福部搁再甲家长3摆沟通了后，才以各自发条文为依据公开结果。验出来，就原本有说的疑虑那一块是未检出，资料经过去识别化，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个请教法务部以后，那当然我们是觉得还是需要这个继续跟家长沟通啊。第二个是说，还是觉得因为这个情况，我们还是要跟社会大众特别是焦虑的家长们，我们还是要去跟他们讲。为了守护囡仔健康，有专辑来告囡仔家长饲饱妈发起共同守护囡仔未来网络联署，号召守法行上街路游行，现场有上千人来声援，呼吁政府对儿童虐待议题加强立法，严厉惩处加害者。我希望政府呢可以加强立法，加重刑罚，严惩加害者，
也希望可以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对新北幼儿园艺术市游的风波，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虽然中央外做全国囡仔安全检测，不过新北市会使提供想要检验的家长，拢到新北的专职病院做公费药物残留的检验，希望经由科学检测，让家长安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关心有关选举的消息。为着表总统大选，那6位参选人拢真久了咧走行程。国民党侯友宜是批评民进党拢无咧照顾军公教。那民众党国民党是话讲，台湾的健保制度一定爱做改善。那有媒体民调显示，国民党目前是排第1，罗清德排第2，那侯友宜是排上尾。罗清德讲，即卖有影是有较正方，有较书面，会继续来争取支持。全民国策，有啊，前天动算。民进党总统参选人罗清德12早起才结束排湖行程，随即过等于台北参加台北市新南自由会成立大会，积极优选情。不过媒体民调显示，国民支持度增加到33%排第1，罗清德30%第2，侯友宜73%排第3。其中罗清德伫高屏支持度出现较人的情形，罗清德表示，确实较正方。民进党目前的确是比较逆风啦，不过我们严肃面对。采取高标准来处理每一个事件，我们希望能够重新得到社会的谅解，以及得到社会的支持。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出席黄埔建军建校迎100年活动，批评民进党执政无照顾好军公教，那当选总统会做较好，积极抢票。民进党在执政的过程当中，利用媒体铺天盖地的说了一句话：军公教都是米虫，只要我当选总统，让他拨乱反正。针对民调排名第3，侯友宜只强调尊重和参考。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明泰今早期前参加公益羽球比赛，对家己民调冲提起低调无回应，不过致辞时佫讲到台湾健保制度。政府应该抽出这些钱来做全民的健康、医疗保健的往前端的运动健康方向去。整个医疗体系的效率会提升。那6位3党总统参选人合并争气，积极股票总统大选选情是强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甲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伫北京会谈，除了保持对话，也有可能会邀请秦刚去美国，其他议题都无达成什么共识。不过，中国也是真明确表示，会把台湾看作是上重要的问题，甲上大的风险。那布林肯按算19可能会甲更较侪中国的高层见面，甚至是甲领导人习近平见面，而且嘛为未来可能的拜习会来铺路。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问好协商了，就进行5点半钟的会谈。根据中国媒体报道，秦刚向布林肯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内面上重要的问题，也是上清楚可见的风险。因为美国国务院发的声明内面是无讲到台湾，只敢讲这是美国国务卿5年来第一遍访问中国。布林肯强调，伫咧外交甲伫咧所有问题上，拢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来减少误解甲误判的风险。中国外交部是讲，中美关系怎么正是伫咧建交以来上低点。无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无符合国际社会共同的期待。另外，美国方面确定秦刚未来将会访问华府，中国也证实秦刚将会伫咧双方拢方便的时阵去美国，不过也无时间表。在会谈中，布林肯希望中国会当释放被拘留的美国公民，阻止类鸦片合成品芬太尼的生产甲出口。因为伊正和美国药物滥用的危机增加，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也讲，美国坚持美国人民的利益甲价值观，甲盟友伙伴合作，朝向自由开放甲维护国际秩序的方向行。中国外交部是指责华府骇客攻击，讲网络治安正少通报，也希望美国对中国的认识爱客观理性，甲中国制定合作。目前双方对一向坚持的立场是拢无退让。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
咱来关心美国最近出现假裂风，影响德州甲佛州这个所在，尤其是伫德州的一个庄仔头贝里顿，这个所在是算断了真严重，正做重灾区。目前至少造成5个人死亡，100个人受伤。小镇一片绿苍苍，原本有地势的社区，即马正做平地。美国德州伫当地时间15号，假裂风侵袭，差不多8500人住的小镇佩里顿常受影响，正做重灾区，甚至居民无闲收拾厝内底物件。想起迄个时阵情形，根本是袂赴逃走。So I was just sitting inside my living room and I was watching TV and my dad, he mentioned he was looking out the window. He's like, these clouds look kind of weird. I get up and look out the window and I just start seeing debris and trees forming and flying in the air. 破坏性强风吹飞差不多200栋的厝，透过空中翕的图对照来摄前后，除了有厝的厝顶被风吹走，甚至也有建筑物直接为地面连根飞起，伫岛顶悬消失。车路由油公车吹入去河内底袂顶袂动，小镇的天然气甲电力伫安全考虑之下，先设定强行，病院也只好靠发电机来运作。It was really scary, and of all the damage that we have, my room is the one that's intact. 极端天气滚假，假裂风伫侵袭佩里顿了后，继续扫过美国南部地区，伫佛罗里达州落大雨。密西西比州也吹大风，总共这场风暴造成5人死亡，100人受伤。美国德州州长阿伯特表示，除了加派人力去当地救灾，也出动无人机统计灾损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看，伫乌干达西部的一间中学，昨日半暝受到恐怖攻击，一阵歹徒弄入去学校宿舍内底放火，佮甲学生枪杀，上无造成41个人死亡。其中有38个拢是学生，到目前为止，也阁有至少6个人去互歹徒绑去失踪。乌干达警方嘛已经下令追踪，要想办法甲人救回来。受伤学生坐伫轮椅，倒手虽然互包起来，伊原因看到出火。乌干达西部接近边境的一间学校卢比里哈中学，深夜受到恐怖攻击，至少5名嫌犯客侵弄入去学校攻击学生，佮伫学校宿舍放火，互当地民意代表真生气。Have they been killing our students? If they are telling us their borders are secured, security is tight. I want the security to tell us where they were when these killers came to kill our people. 这个攻击案发生在乌干达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界。当局表示，嫌犯是甲恐怖组织 ISIS 伊斯兰国革命的民兵组织民主动民军。嫌犯抢劫学校的干妈店了后，开始攻击学生佮放火，造成包括警卫佮2名当地居民等等超过10个人死亡。而真侪牺牲者是因为大火未赴逃生的学生，有一寡罹难者佮互烧到无法逃离。当地军警赶到现场了后，点名大小的人，发现至少有6名学生和民主党民军绑票失踪。Exact number is not yet, but that is suspicion. They are suspecting others to have been abducted, according to those who survived. 民主党民军原本是乌干达国内叛乱分子，不过伫1990年了后，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东部做基地，一直伫边境骚扰杀害民众，受害人数达到数千人。暂时乌干达政府指期，这阵嫌犯已经走到转去民主刚果，已经动员军方的力量追捕，希望会当甲互绑票的学生找到转来。公司新闻台是董平一。英国国王查理斯3世伫5月份加冕了后。头一届阅兵参加伊官方的生日庆典，2个王子等人拢对伫伊的分数边，徛马参加皇家的阅兵仪式。这嘛是从1986年以来，有英国在位的君主伫咧庆典当中徛马接受大家祝福。英国白金汉宫的大门拍开，由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带头的王室成员一位接一位骑马行出来，后壁是2只白马厩马车。这马车的王室成员分别是穿着红色马服的卡米拉王后，甲绿色套装的凯特王妃，甲3名小王孙。Kate, I love them all. I do love them all, but I love the kids, the way they act and the way they wave to everybody.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5月举办加冕礼了后，在当地17头一届阅兵，庆祝王室官方生日庆典。这届庆典当中有超过1400名英国皇家卫兵参加，动员300多只马，甲皇家各队成员则会为白金汉宫行到伦敦市中心的骑兵卫队阅兵场。这嘛是1986年已经过身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60岁以后，搁一摆有英国在位的君王在庆典的时阵骑马，互到现场的8000多名观众看甲是真激动。Just all the colours and all the pageantry. It's just so British and so patriotic, and it just gives you a really good vibe to be here, really positive and uplifting. 这个英国的传统仪式是为1760年开始，每一档拢会举办官方君主庆祝生日的仪式。虽然查尔斯三世生日是伫11月14，不过依照传统选择伫夏季做官方庆祝生日活动。而未来伊真正生日迄一天，会用私人的方式来举办。伫阅兵了后，王室成员登去白金汉宫看空军表演。军机搁伫空中摆出国王的名字，最后喷出代表英国国旗色水的彩色烟雾，结束这场活动。国视新闻台董冰玉。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日本战略研究论坛秘书长中野礼子6月初带团访问台湾，甲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做交流。国防院表示，日本7月份会伫东京举办台海危机的兵棋推演，会加入台湾，这是头一届美国、日本甲台湾的兵棋推演，无计必要的时阵的协同作战，会甲重点放伫咧中国封锁台湾，还有大规模攻击的情景。咱来关心乌克兰南部的卡霍夫卡水坝设立复杂放气，致使乌克兰做大水。乌克兰这边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6个人，31个人失踪。因那罗西亚控制区是29个人死亡。因那水坝放气的这个代志，双方到达要是咧下提责任。不过纽西报指出，有证据显示是罗西亚为内底引起爆炸，致使水坝放气的。美国前2天发生几件枪击的事件，造成5个人死亡，几10个人受伤。包括芝加哥的一个停车场，有几百个人在庆祝的时阵，常常发生枪击案。目前知影有1个人死亡，21个人受伤。因那伫华盛顿州有一个露营区，有人举穿乌白单，造成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咱台湾外交的环境是真困难，在国际上官方的交流正在去互打压。不过透过民间的公众外交，这嘛是一种用非官方的角度来展现咱台湾的方式。咱国驻匈牙利大使刘世忠，伊本身是真够煮食。咱来看伊是安怎用伊煮的料理，甲匈牙利的民众交朋友、博感情，带大家做伙来看卖。当日走卡无用的是台湾驻匈牙利大使刘世忠。刘世忠以美食来甲各国朋友交流，就是一种刘世忠为台湾外交找出路的方式。甲车米倒入鼎内底，加入高汤，温温啊拌。台湾驻匈牙利大使刘世忠要煮的是西班牙炖饭。刘世忠本身就爱煮食，自2010年开始担任驻匈牙利大使，就开始以各款美食甲世界各国做朋友。一寡政治界的人，嘛有一寡学术界的人，嘛有一寡学生啊。比如我伫遮，比如讲我去煮因的牛肉汤的时阵，我来讲，阮台湾嘛有牛肉汤哦，比如讲台南牛肉汤哦，当然做法是甲恁拢无啥共啊吼。不过我做一个台南牛肉汤，互恁食看卖。台湾甲遮都有一个连结。刘世忠讲，走卡外交毋是要取代正式的外交手段，是希望以辅助的方式，互世界有较侪接触台湾的管道。刘世忠讲，台湾伫国际的外交环境困难，现在是为民间开始的公众外交，就是一种伫国际上展现台湾的方式。就是软实力，就是讲，伊会当讲，毋哪会当讲，你要讲啊足大声，你要做甲足有力的。比如讲，请子枫出来做这文化的外交，哦，比如讲音乐，哦，也是讲脚踏车运动，这拢是台湾啊，包括半导体。刘世忠讲，台湾的声音虽然伫国际上互人打压，但是透过亲近民间的公众外交，会使伫世界每个所在展现台湾的材料，增加台湾互世界看到的机会。这种公众外交就是目前各界正在拍拼的方向。记者郭文正准由报道背书报道。镜头转来咱国内，咱国中央银行进前讲会对美国无要起利息，不过按算今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搁调悬做2.24%，这表示咱的服务类的物价要是降袂落来。
主要是受到餐饮、娱乐也有厝税变贵的影响。学者嘛认为讲，疫情了后，娱乐服务的需求伫复兴，通货膨胀的比率伫短期内可能要是压袂落来。人排甲长乐路出现伫台北市南门市场，因遮卖粽的店头，各地口味什么拢丰富，只是民众想要食粽，恐惊爱加提寡钱，受管不了一直起价影响，业者只好每一种粽拢起5块。今年真的原物料涨得太多了，就像里面的蛋黄、糯米，还有肉，还有甚至连绳子，还有粽叶，全部都涨价。信用行李监事会伫15做出利率维持无变的决策，符合市场预期。不过，去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却是调关注2.24%，比前一摆有7达2.09%较悬，影响的主要外食、娱乐甲厝税。我觉得这都是常态耶，其实就是自己心态调整了，我都可以接受。开源节流嘛，然后就是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就是先不买。这摆用韩国调悬通膨率有5大，主要是反映通膨结果推来医院费、商品专做服务，而且服务类介绍是真歹讲，就算能源等大宗商品介绍落落来，不过厝税指数年增率已经连续11个月超过2%。那用厝税指数落伫厝价差不多1年到1年半的时间来看，厝税起价恐惊会继续到今年底。当时2021年、2022年上半年房价上涨，那到现在已经大概过了半年到1年的时间，那所以说有很多租约会陆续到期了，所以说重新签的租约，它的房租可能就会变高。宣扬红无情费服务类介绍，落未来造成通膨率继续比2%较悬的情形之下，会加做新常态。不过学者认为，伫疫后娱乐服务需求复苏，而且厝税意愿是推升 CPI 起起来原因之下，偏悬通膨率可能会阁维持一段时间。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囡仔生少，难道去年一年出世的红婴仔敢若420个，而且已经连续3年，南投的人口无甲10万人。因为安尼，公所拍算要甲行政室裁掉，原本的人员会调去别个单位服务，而且保证业务袂受到影响。另外嘛，宣布为今年的7月份开始，生囝的津贴会增加到3万块，希望会当提悬民众生囝意愿。假日南投市公园有真侪囡仔伫游乐区佚佗，耍甲真欢喜。不过事实上，南投市的新生儿人数是逐年来减少，去年只有420名新生儿出世，无到全市人口的1%。为了抢救生育率，市公所对今年7月初开始，每一体生育津贴会对原本1万块提悬到3万块，希望提悬市民生育意愿。你说3万块补助，那毕竟之后他的教育费什么的就会比较，负担会比较庞大，所以现在应该是主要不敢生的原因吧。只有囡仔生少加上人口外流，互伫人口负成长是更加明显。根据内政部统计，南投县总共有13乡镇市，其中南投市人口数对2018年落到10万人以下了后，就继续来减少。虽然中央予伊3年的缓冲期，也不到今年5月底为止，人口数只有97000外人。所以讲，依法甲市公所的组织来缩编，才提行正式。我们将行政室的人员一样由经过任务的编组，然后由主秘作为一个主要的负责人，那我们也会维持整个市公所行政的运作。南投市公所强调，行政室员工的工作权甲业务的运作完全袂受到影响，也希望全市人口数早日重回10万人，才有机会恢复设立行政室，不因为囡仔生少而变做历史一页。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伫苗栗的一个公园，有展示一只已经无伫用的军用车，是两车登陆工兵车。也就是人伫讲的水鸭，之前警方发现车头前的24粒扫雷的钢牙去互偷摕去，甚至已经去互嫌犯全部拢卖掉啊！即马警方是照加重窃盗罪的罪嫌，甲这2个嫌犯移送法办。苗栗县议会后壁有一个毛里苗亲子公园，才有放一台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两车登陆工兵车。这个月4号，去民众发现车前26支扫雷大钢牙，去偷走24支。苗栗警方追查发现谢姓甲张姓2人涉有动嫌，日前将因逮捕，而且查扣一批犯案的工具。确认谢姓及张姓男子设有重嫌，分别于9日及15日将2人顺利逮捕到案。并查扣犯案工具1批，为展示品相关配件，已遭犯嫌变卖。
写信主嫌强称，知影公园电视俗称水鸭的两侧停着工兵车，平常时是无人看过。毋但是偷走24支钢牙，并未锁着15000外块的现金，还佫将个人的物品搬入去车内，甚至安装天线，将规台车当作是家己的秘密基地。因为这是苗栗县陆战队退伍军人协会向军方申请，去年1月核拨捐赠给军府，如今变成这款模样，大家拢感觉真伤心。很无奈。安尼哈，我们很辛苦吧？我们申请了5年都才回来。看电好，调国的。这款两侧停落工兵车，全台湾只有6台，大钢牙每一片更加是重达30-40公斤，起用头的也佫有涡轮增压器等内部的零件。警方将专案以加重窃盗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记者苗栗报道。在屏东的小琉球，这几年便若到休困日的时阵，游客都是规个叉。附近的景点龙溪洞，不时就有游客硬走入去港区，或者是伫咧船仔的航道咧耍水，影响安全。即马县府决定讲，要甲港区到外口沙坡啊这条路规个封起来。不过，有观光业者烦恼讲，安尼恐惊会影响因的生意，希望会当搁讨论看卖。工人伫咧港边买菜为例，屏东小琉球的渔夫渔港，因为我热门景点龙溪洞，真侪游客拢会伫渔港商务打咸，入去渔港外口的海沙坡耍水翕相。不过，这条路怎么互人封起来？有人担心，万一内面出代志，无法度入去救。至少要10分钟以上，因为小路又要经过民宅或者是民宿这些地方才能下去。这边进出到港外的沙滩啊，很容易把外部的沙带到港内，那进而造成整个港区都是环境脏乱。看到水面不破彩，就知影水底有人伫咧唱水。不过顶头是渔船驶过，实在真危险。游客撞入去港区或者是航道的情形常常发生，严重干扰渔民的作业。为了要顾虑双方的安全甲环境，县府海洋渔业所等单位讨论了，决定要将这条路封起来。业者反对。当然不能去影响到当地的居民跟渔民他们的权益。龙虾洞那个点啊，对业者来说就是促进小观光的地方。业者讲，才为了游客无法度入去龙溪洞或者是海沙坡，恐惊影响观光。若是要细路，可能会搅了当地居民，希望搁再沟通。小琉球这几年真做正热门的观光地区，不过游客伤多，也对当地生活甲生态造成负担。要安怎平衡观光经济，也有居民的权益，县府甲当地民众爱做定想一个好方法。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府举办一个展览，是有关海洋、海底甲石龟的保育展览。内底了解台湾这动物，若是掉伫咧海沙坡啊，民众会当安怎处理？嘛希望让大家会当了解保育海洋生态的重要性。救援人员伫水底内为海底上测检查，一点都无凊彩。6月16日是世界海龟日，伫京敦海龟回家之路的保育地点，长期伫翕海洋、海底救援工作的纪录片导演，特别分享因的救援经验。不管是在这个展览也好，或者是我在拍摄纪录片也好，也是希望让我们的民众跟我们大众知道说，这些生物的救援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经过这个活动，可以让民众更了解这个救伤站成立的必要性。这场特展介绍台湾海洋、海底海龟也甲低调的扩大安全救援，让民众了解这些生物救援工作的艰难。这一次的特展，其实我们也可以让更多的民众来了解这些生活在海上的动物们是怎么样千辛万难的才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如果他们受伤了，那这个回家的路是不是更艰辛？特展呢将会就是展览到9月30号。那暑假期间，我们也欢迎学校的各中小学的师生能够欢迎他们来这边来做一些教育训练。展场内除了静态知识说明，各规划模拟救援区，借由探讨海洋、海底海龟面临的生存困境，让大家重视咱人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有一个伫2014年创立的乐团，叫做晚爽原声乐团。伊是真认真伫推广咱台湾本土的音乐。疫情转好了后，原声乐团嘛受到邀请去美国的西华巡回演出。伊家己的声
世界来听做主题，要让世界听到咱台湾的音乐。台湾经典歌谣，大家听甲真入迷。这是来自台湾的原声乐团，以家己的声世界来听为主题，让听众透过音乐听到台湾。所以我就对四大族群的音乐开始，汉民族，马达伊的河洛，个客家，个原，来听咱无共时代的音乐，个有一寡是咱台湾的作曲家，咱家己创作的音乐。原声乐团准备真侪大家接听到的台湾经典歌谣，比如《望春风》《过来乡》，互伫美国的台湾人，也阁有介意音乐的人，拢会当享受来自台湾的声音。第一场演出就得到真侪人的娱乐。大家为着要来听对台湾来的乐团演奏台湾的音乐大家拢做早落来啊，而且大家拢是期待的，对头到尾大家拢。真正是听甲足感动。原声乐团2017年创团，以推广台湾音乐文化为目标，累积真侪市场的卖将。6冬来坚持将台湾的歌谣用交响乐的形式来演出，让民众了解交响乐毋是西洋人专用的。对着疫情转好，原声乐团表示，即马就是因要出发的时刻。即届就是因为2019年来疫情足侪咱台湾的朋友对国外倒来台湾嘛。拄有机会，听到咱迄个原声乐团的演奏，因拢足介意的，就想讲，若疫情过了，看会咱甲阮的迄个音乐的，带转去因家己伫国外大个所在分享。这摆原声乐团是接受台湾之友基金会邀请，伫美国西岸巡回演出。音乐无国界，原声嘛有计要伫今年年底去到美国的东华巡演，明年前往日本，让台湾的音乐行出国门，全世界拢听会到。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看左风车剧团甲文化总会台湾乌炮文化实景的活动，伫乡家里真出名的景点渔人堡甲英雄广场来演出。这所在拢是真出名的观光景点，有为世界各地来游客停落来遮看罗车闹龙宫的表演，希望让大家看到咱台湾文化水。记者今摆伫咧乡家里出名景点布达佩斯的渔人堡遮，伫咧渔人堡遮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会使讲是来到布达佩斯一定爱来行行的所在。左风车剧团即阵就选伫渔人堡遮做罗车闹龙宫的快闪演出，现场会使讲是吸引侪游客来看。文化总会甲左风车剧团的台湾乌拍文化绕境活动，选伫乡家里的出名景点快闪演出，侪现场的各国民众拢感觉真新鲜，脚步停落来参演员活动。It is so fun! I love all the colours and everything. It's so great. The colours are great. The whole thing was great. They were so fun. I loved it. Super. And then you see something, like a traditional people doing some traditional dance that makes this whole place more lively. I like it. I think it should be more public Taiwanese culture. I would like to see it more around the world. 除了渔人堡以外，左风车剧团也到英雄广场、甲伫乡家里的乌克兰卡桥伫做伙活动，展现台湾甲乌克兰徛做伙的精神。咱台湾的这个表演团体总共会当含地方在地者搁较侪互动，含搁较侪连结因为像咱这广场的这个因为大家嘛是来佚佗时间就爱搁较短，所以咱就重视是含所有观众的一个互动、翕相当然希望讲咱台湾纸风车剧团来到布达佩斯，嘛会当留一个足特别的记忆点。左风车剧团表示，透过这摆甲文化总会的合作演出，除了是予来自世界各国的民众认捌台湾的文化，也望通透过戏剧带来的快乐，分享到世界的每一角事。记者郭曾春由布达佩斯报道。人讲乡村插乡队，乡乡对对，万年富贵。春仔会是伫咱台湾过出的风俗当中，充满祝福的传统。为着要甲这个春仔会唱艺传承落去，国宝级的艺术施丽梅，伊甲家己的山脉同合作，邀请国内外学生来学做这个春仔会。施丽梅讲，希望会当甲原本过出伫用的春仔会，成做大家生活当中的艺术。600位学生囡仔专心咧填手头的春仔花，第一摆接触这个技艺，学生囡仔拢感觉真无简单。我觉得要很有耐心，然后很难缠，他要一直缠。
就是难在它的中间要留0.5公分，可以给它对折的位置之外，觉得好玩的地方就是可以有一种传承概念。为着要学生囡仔来认捌传统艺术，国宝春仔会艺术实验门甲3脉动的团队，特别来到高中甲学生体验春仔会。实验门老师讲，技艺要来传承，就要让少年人来了解，让因来发挥。安排这样的课程，可以让孩子知道他过去他的生长环境，他的一些的在地文化，那甚至让他去动手做，那他了解他的来龙去脉，不是只有专注在课业上。其实这春仔会的手工艺唔是排学，只是咱无教，只是无互少年的来接受。若接受了，因为即摆囡仔大家拢足巧的嘛。手艺嘛足好的啊！3脉动表示，甜春仔会技艺伫传统价值文化当中有真久的历史，透过甲红仔的结合，嘛互春仔会有无共的运用。即届甲学校合作，然后学生会当哪做哪学，嘛替传统的艺术文化带来延续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舞在一般的印象当中，是一种真古典、真优雅的艺术表演。即嘛在英国有舞团因发挥创意。甲重金属摇滚乐、甲芭蕾舞甲做伙，这是全世界头一出重金属摇滚的芭蕾舞剧，带大家做伙来看卖。这是大家印象中的芭蕾舞，这是英国的重金属摇滚乐团 Black Sabbath 在1970年代的歌曲，甲这两项物件结合做伙，就会变成安尼。英国第2大城 Birmingham 的皇家芭蕾舞团最近推出的新作品，就是全世界第一出将芭蕾舞甲重金属摇滚乐结合做伙的芭蕾舞剧。想出这个创新想法的人是 Birmingham 皇家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来自古巴的芭蕾舞名称阿古斯塔。伊讲，伊一直想要把 Birmingham 这个城市上介有特色的物件加入去芭蕾舞当中，所以伊就想到伫 Birmingham 成立，要互全球真侪媒体选做是上优秀的摇滚乐团 Black Sabbath 黑色安息日乐团。It's a completely polarized world for the world of ballet. And that excites me, to try to go into places that people haven't been before. 伫1968年成立 Black Sabbath 乐团，今年已经75岁的吉他手当年艾欧米专工来看芭蕾舞团练习。伊讲，伊拄开始听到要用因的音乐来跳芭蕾舞的时，真正是唔敢相信。I was fascinated with the idea. I thought, God, how are they going to do that? Really? 原本真优雅的芭蕾舞，即马要配合重金属摇滚乐，用这么紧的速度，佮这么强烈的动作来跳，真侪舞者会袂惯势，但是嘛同时感觉真趣味。这出芭蕾舞剧按算要伫9月演出，因为 Black Sabbath 乐团伫2017年就停止表演啦，所以当年艾欧米讲，伊的面册顶头有真侪歌袂到位，讲伊已经等袂赴要看这出这么特别的芭蕾舞剧啊！记者甘美恁编译。在印尼有真丰富的酸蚵搭，不过渔民非法用炸药在海底捕炸的方式来掠鱼啊，互当地酸蚵是规拢死严严。有一个学者20年来，甲渔民宣导讲，保育酸蚵就是保护鱼仔的这个概念。即马已经有真侪渔民愿意做出改变，做回来保育酸蚵。海底拢是红崩式的鱼，边仔的酸蚵搭嘛拢红破坏，变做酸蚵的帮仔煲，看起来真恐怖。这是发生在印尼旺加市海峡。过去印尼的渔民常常用放鱼的方式来捕鱼啊，结果互当地有名的酸蚵大三角地区是面对灾难。好在一个大学教授约瑟夫早在20当前就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甲渔民讲保育的理念。Jadi saya membaca dulu apa sih kebiasaan mereka.Kemudian coba kita dekati dengan kebiasaan itu, habitnya mereka, kemudian baru kita masuk bagaimana bisa mempengaruhi jiwa mereka, mempengaruhi pola pikir mereka untuk bisa berubah dari destructive fishing menjadi conservationist. 根据历史和平的统计，印尼的酸蚵搭面积是超过5万平方公里，差不多占全球的18%。对印尼到菲律宾的大三角地区，有600种酸蚵这么多。当地海洋生物多样性嘛是全球上丰富的所在之一。这些渔民经过约瑟夫的启发，拢了解讲保护酸蚵就会当帮助鱼群的生态，开始保育酸蚵。Padahal beliau lah yang membantu kami.Mengetahui bahwa karang itu sangat berguna untuk kehidupan
ikan dan tentunya kami sebagai nelayan sangat tergantung kepada banyaknya ikan. Jadi Pak Ipul memberikan kami pengetahuan dan betul-betul kesejahteraan kami itu bisa meningkat. 即马一寡印尼的渔民唔那甲非法放鱼的手段单调，搁会伫实验室配有酸蚵生卵，也是伫海内面放养互伊家，互酸蚵会当生炭。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咱来看伫泰国曼谷的一间电影院，因举办一个友善宠物电影院的活动。动物趴若要入去，嘛是爱买票入场的哦，而且每一个座位差不多是台票88块。嘛有规定动物趴都爱穿着珠啊，还佫放伫笼仔底。外面内底会当看到真侪主人带因的动物趴做伙去看电影。头壳顶挂着塞巴斯汀毛黑布瓦头的狗，甲其他宠物一个主人，等下要入场看小美人鱼电影。有愈来愈多人爱饲宠物，所以泰国曼谷的电影业者看准这种商机，办宠物优先电影院。Bangkok is actually not a very pet-friendly city to say. So we kind of have inspiration to having the place for the pet owner to come and hang around and have a good time. 为着这场首映会，业者特别调整设备，将电影院内面的电火甲声音拢调整到宠物较有法度接受。而且，若人有位通坐，宠物也有专属的位。也毋过，宠物入场同款来买票，每一个位99块泰铢，差不多台票88块。They have to buy the ticket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pets. So the pet will cost them 99 baht per seat. And once they come into the cinema, we preparing them the diapers. So the pet will wear the diapers, and we asking the pet to become in the bag. We providing the big bag for the pet to sit in, and then they can enjoy the movie throughout the session. 虽然电影院对带宠物入场有一寡规范，但也有人无赞成办这种活动。 ไม่เห็นด้วย100%เพราะว่าสุนัขหรือแมวเนี่ยเขาก็มีเชื้อโรคของเขาอยู่แล้วนะฮะ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เนี่ยการที่เข้ามาอยู่ในโรงหนังซึ่งเป็นที่อับนะมันก็มีโอกาสที่จะเผยแพร่เชื้อโรคให้กับคนอื่นนะที่เขาไม่ได้เอาสุนัขเข้ามา 伫泰国饲宠物的人真多，不过大部分的公园拢不准带宠物入去，而且也有主人认为，规场电影伫咧放的时阵，把宠物一直拢装伫咧宠物袋仔内面，对因也是一种折磨，所以这种行销的手法也有淡薄仔争议。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 咱来看外岛地区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